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在地事实刚刚要来看到这间计程车主题博物馆，内底摆一寡位英国、美国，抑个日本、台湾来的古董计程车，内底收藏算的有上千件。放伫盘顶的西，毋是好食的寿司，是一台一台七毫米的车。斟酌甲看，这全部拢是无共国家的客人车的模型。越头过看黄色的客人车，就停伫边仔，特别的造型加上黑色、白色的假花草。这台就是美国纽约的 Yellow Cab。纽约设置第一个车行的时候，它就是因为了让人容易辨认，所以他就选择黄色来当做纽约计程车的主色。车内真快，会当坐6个到8个乘客。这台1972年的 Checker Marathon 是纽约顶世纪客人车主要的车型。1982年停产了后，即马已经是一台稀罕佮珍贵的古董车。这个以前都是手转动的门，那是电动门，这个像火车一样。它是这么开的。风马车来做的车身和车窗嘛用手来拖。1967年的英国奥斯汀老爷车，今年已经52岁啊。规台车真有古早的风格，是你这成收藏的古董车内底唯一一台有营业过车。还有这台1962年的日本青鸟，为昭和时代就开始走，即马时速上紧，阁会当驶到60公里，阁真有力。过去你坐乘的车订互朋友叫做坐乘车，伊甲客人车缘分嘛为这开始。为2000年开始收藏相关的文物，19年来拢总开成千万，到即马已经收集超过1000件客人车的产品。我收模型车也超过20年了，也收了一些，可是它的模型车的计程车的模型车是几乎是很多都是我没看过的，因为我们知道。这个是又耗人力又耗财力，我们也看他为了成就这个博物馆，他也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，把自己的存款花掉了。为开始的时阵替伊烦恼，到尾啊，朋友嘛，互伊坚持唔放弃，感动着，佮主动甲伊斗相共去世界各地找文物，希望陪伊完成梦想。居然被我看到，他没有的就是这个小车模型上面有计程车。然后就把他找到，他也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那就一起收藏，一起找到一个东西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是很棒。因为李志成坚持唔放弃，总算完成伊的梦想。唔来当看到为全世界收集来客人车，佮有囡仔上介意的模型 DIY。因为我们家小朋友都喜欢车啊，就出来看看。以前到现在的车子真的变很多。我觉得台湾现在真的气氛上不缺吵架骂人的人。那我觉得，如果有一个人能做一些事让别人快乐，是一个幸福的事情。而且我觉得台湾现在显然很需要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做了。那我希望接下来能好好活下去就对了。共成千万来改造宜兰这间1500平的工厂，把宝贵的收藏提出来展览，就是希望会当把上海民众生活的客人车文化留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